这一章师父的想法给各位大家来参考。世间最首善是孝顺。一个人世间里面最重要的第一善是什么？就是孝顺。你要做任何善事，但是没有办法拿来跟孝顺互相比较。孝顺就这个人他懂得根本，不忘本就是不忘本，像饮水思源。知恩图报的人，这个不忘本，那天地都会欢喜。你看人世间看到一个孝顺的孩子，我们都非常的客气，非常的恭敬，非常的尊重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孝顺。孝顺，天地所有法界善神对一个孝顺的孩子特别的疼爱。你要求什么，我给你什么，所有的灾难都把你怎么样消除掉，让你活在世间非常的惬意快乐，很幸福。原因在哪里？孝顺。为什么这所有的众神都来拥护你呢？因为你孝顺。所以孝顺是人世间最重要的一门课程，一门课程是第一善，这是第一善。做人最价值的是诚信，我们最有价值。这个人看起来人格高尚，为什么大家愿意亲近他？他为什么万古流芳？在哪里？诚信。诚就实实在在嘛，信就守信用，我不违背我遵守我的承诺，所以很诚信，这是做人最有价值。价值在哪里？人品。这个人讲话算话，这个人做事就是很认真实在人前人后都一致，所以很诚信。最诚信的人，就是大家都会恭维他，愿意亲近他，愿意亲近他。世人最乐道的是人品。世间的人，我们很喜欢大家提出来。大家有时候三三两两讨论话题讲某一个人怎样，某一个人怎样。我们讲什么？就他的人品。这个人津津乐道的，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谈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这个人好棒哦，他我做人很有善心。你看我们的杨会长很有善心；我们的赵一凤很有爱心。你看我们施宝凤太有爱心了。就在我们这里进进出出的，是我们重要的干部。那我们为什么经常提到他？为什么会讲到他？为什么？人品，人品，因为有他的存在，可以带来给很多痛苦的众生，可以问题解决可以生活得到改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他这个人多有价值多么有价值，活在世间多么有意义。所以他的人品好，有爱心。牺牲奉献，愿意为人来关怀，不考虑自己，能够想到别人的存在，尽可能的提供。人品好，这个人人品好，这是我们世间人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，就人品。人生最美好是什么？就是念佛。为什么最念佛？有念佛，佛告诉我们，在世你念佛。你要求懒得懒，求直得直；你要求富贵得富贵，求平安得平安，求长寿得长寿。这是最好的。我们就念佛，随心满愿，随心满愿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往生，离开了这个人间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要出窍了，神识要离开这个肉体了，离开肉体去哪里？何去何从？那佛告诉我们：你有念佛，我救度你，我来普照你，接引你，让你顺顺利利的离开这个黑暗，迈向极乐世界的这种最逍遥、快乐、光明的地点，光明的地点。所以你看，念佛是不是最美好的事情呢？人生最美好是什么？念佛。所以念佛，难怪所有的祖师大德告诉我们，念佛的人是什么？是善人，是个善人，是个好人，是个妙好人。而且你看，最庄严的人是最有善根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最善根。莲池大师说，这个念佛的人不但有善根，是最善根，是庄严善根的人。你看莲池大师这么说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念佛是最有价值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世间第一善就是孝顺，做人最有价值是诚信，世间最乐道的就人品。
我们要人品，做人的品德。人生最美好的是什么？就是念佛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把这几句话放在内心当中，好好的多学习，多学习，然后督促自己，要求自己，以后我们大家未来的道路都是一片充满无限的光明跟幸福。谢谢大家，好，阿弥陀佛。